好，来继续来到中华，这警方是消毒兼掠诈骗，伫个园林是查到毒品的分装厂。这个员警赶到现场，发现大门锁起来，是直接将门拆掉，将玻璃撞破，掠到主嫌等4个人。另外，伫个溪湖，员警掌握到车手的行踪，车手被警察包围，竟然开车冲浪，加在无人受伤。 员警将车拆了，就随着车，原来已经锁定这个诈骗集团的车手。下车！无论外出力，车门都是拍袂开。明明已经被警方包围，查甫人也是唔落车，佮想要打油门去弄员警。来看警察灭落去画面，就知影迄当阵的状况有偌着急。 即看到车手想要赛车逃走，员警随捉起你要掠人。彰化溪湖警方真正接到民众的报案，讲伊哄骗18万，警方就成立专案小组，而且也掌握车手的行踪，展开围捕。是讲这个车手为了要脱身，竟然弄员警。围捕过程中，一名邵姓车手为求脱身，竟驾车冲撞警方后。 来逃逸，加在员警无着伤，落尾将这个车手甲另外一个接应的共党拢互报告案，而且遭到现金甲轿车。问为了后，依照诈欺、洗钱防治法等等的罪嫌，移送地检侦办。 同款伫彰化，便衣警察组织伫面体门口，大力敲门，将玻璃敲破，入去掠人。 警方接到未毒的情报，在园林查到毒品的混装厂，掠到包括主嫌在内拢总4个人，查扣5500外包毒品的假币包，5包其他名等等的毒品，总价值200外万。问为了后，依照毒品妨害防治条例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